第18世紀，遼寧灣喺印度洋開拓，接觸每頓腳嘅世道。啲當地嘅傳說度，一片喺開拓康寶倉嘅位所。就算到日客，下網是有人熱到經營財寶，也名定一層面曬到，也因為按藥本歐洲人當主意。遼寧灣呢係一個法國嘅海外一個省份，佢呢位於非洲東南邊嘅印度洋河。佢全島嘅大細面積呢，差唔多有2000平方公里，比台北縣市加起來大一些的。因為幾年嘅氣候非常的好，相對當到歐洲嘅人客來入邊了，故所本安族是歐洲。同時呢，特3年來到入邊呢，天上會從7星級嚟看遼寧灣嘅景色。7星級天天嘅比喻來，看那個葉都係真正嘅海，一石晴天。佢應講參照有嘅。像棋盤樣嘅歐式建築，遼寧灣安靜嘅風景，湊近看真真。是7星級嘅真現狀，係遼寧灣學習發現第10代，也係當地經驗島內生態7星級公司之一。Alors, quand j'étais petit, je faisais des maquettes d'avions, tout petit, pour voler avec télécommande. J'ai fait des études en finance, dans le business, et je voulais être banquier. Et l'hélicoptère, c'est venu après, quand j'ai eu assez d'argent pour acheter l'hélicoptère. 遼寧灣人，但是都係參真現狀一樣嘅移民後代。30年前，遼寧灣島來嘅第一批移民，過後法國東印度公司又陸續帶嚟嚟烹飪到非洲嘅烏奴。建立起遼寧灣嘅甘蔗加比一條農產業。1844年，遼寧灣島廢除奴隸制度，解放烏奴。不過，啲當地種甘蔗需要當地人力，故所遼寧灣政府開始引進更加便宜嘅印度和中國嘅勞工。佢哋就因為我哋中國人夠便宜用。也就每次帶到也要去中國找到嗰度後生錢人啦，就到佢哋來，到佢哋來咗嘛啦，來嘅開發，來嘅種沙。兩岸都華僑，以前冇這種華僑，中國人啊，我哋客家人存留啊，刻苦耐勞，所以都是最有苗先，搞到生活辛苦啦。移民到遼寧灣嘅華人，大概做到本族30時期。第一集團148人編嘅，但是係福建人為主嘅企業化工。不過2年尾就離開遼寧灣嘅。第一集團1901年到1939年第2次世界大戰前，廣東順德和梅縣人為主，因為家鄉窮苦和下南洋，前面啲遼寧灣落錯做西城林落實。第3集團1949年編嘅，為到愛抗中國國共內戰來遼寧灣談親切。就因為嗰時代啊，遇到每樣啊山多田少，而佢搞到也窮，所以有水客出我樣啊，就填水客。亞巴最先3兄弟，亞巴就最先出到毛里求斯，毛里求斯做一下我就嚟遼寧灣。第一台就亞巴。亞是先嚟遼寧灣，以後咪捱咗好梅縣狀態，到梅縣蘇教育，1952年我將來遼寧灣解放以後。雖然自1848年最有發現啲遼寧灣落腳，不過一直到1970年代，法國政府在陸續向華人入法國時，第28年見傳嚟幾代華人，啲生活形式也係文化差別好，還有一道我本人看唔起嘅。看唔起哦，看唔起我哋同意，係啊。以前佢哋話小唔得中國人竹同大炮，嘅啊。乜竹同大炮？竹嘅竹，你嘅大炮啊！做嘅去做嘅，佢都即係乜都無夠嘅乜嘅東西啊！小人哋小人哋中國人嘛。青頭線發現3年來嘅時節，遼寧灣政府作為法本嘅記錄證明，
不過每班人都係叫一筆當太筆嘅人頭稅。啲當幫時開路雜貨店嘅後復廠，就保留點加把1946年叫人頭稅嘅證明。嘅就稅啊，360元，6個月，有7月1946年到12月30號46年，咁咪就340幾條這樣子咯。你欺負人嘅，欺外國人。兩個啦，要處理的稅啊，看兩個做稅咯。歧視人嘅嘛，你呢個要交一次，是法國嘅海關先處理。這樣時，因因為發言唔同而造成誤解，故受劉連旺發言嘅法文名嘅特別長，像係做墨酒嘅陳志雄，法文名嘅吳相成，晒係向阿爸嘅全名陳安祥。小接觸喺阿爸嘅名，就同年前嘅名，阿爸嘅名，藝術，我嘅反名就搭埋去到，我老太爺佢也少啲。從前啊，有你最高一毛喊阿剛嗰陣阿剛，溫過名上阿剛，不過我哋阿剛變相，變兩是名，阿剛變兩。發言按依法國説，還開始要接受調查，確貼為談為講法文，個法國人身份也掉，暫做嚟獻見入説，甚至還要成家前拍，無貼撇話碼嘅政黨。政府會派人嚟調查你嘅家庭嘅身份樣嘅，法國人嘅身份一樣啊，佢就本可以入説。第一呢出生證啊，第二就你出幾證啊？以前放過法吧？那個的。身份號，身份號，有好多。就冇麻煩事情嘅人在做在做喎。不能夠話有人用嘅政策嘅對話，或者黨派嘅對話。我明明做唔得。做唔到會起出境啊！經過很多嘅難關，來到劉連旺，唔過做協內畢業發言，本大冇一啲劉連旺大研究，行家唔是講按入法國式，受法國嘅教育。呢度人行家喺國家轉到中國，也係投資送專業受教育。以前送俾嘅大家都愛做錢做到錢來賺戶口，戶口就買入嘅，所以送入邊嘅大家都唔多買房嘅，買地方少。我哋中國人應該去尋求我哋嘅中國嘅教育，所以我嘅阿妹在三重之戰，我就追寫。本網本嘅觀入當今呢，一群發言甚至一啲劉連旺島學攀華教、顯華教，告協劉連旺島就適要將佢實踐嘅中文學教。呢邊係城堡嘅中法學校，差唔多有70多年嘅歷史。啲劉連旺呢，以前呢差唔多有9間像安陽嘅中文學校。不過啲1956年代呢，因為學生嘅唔拉，要縮來關停。現下啲劉連旺呢，曾存到幾間嘅中文補習班。啲劉連旺學習中文也係合法，做嚟講係創業太門樣嘅，做幾件傳以來嘅。所以以前很多中文學校，呢邊可以無人讀書倒閉了，關門做補習班、會計班，50萬人，中國人小苗2-3十都是中國人，發不來嘛。一直到中國政權改變，屬於反共稱人嘅法國限制華人轉移中國，造成了有時要取得法國式，故所每多人嘅歸鄉嘅夢想都團體嘅，也漸漸嘅放棄咗本地嘅國式教育和生活方式。Aujourd'hui, 3 ans avant, on avait peur d'exprimer notre préférence chinoise. Et aujourd'hui, cela devient de plus en plus prestigieux et les Français eux-mêmes partent à l'école pour apprendre le chinois. Oui. 就算一刻還要少數學習中文嘅關頭，不過大部分嘅詞彙場所、法堂都係多種族嘅環境，就算華人之間相互也係講法語，
很加唔是講方言的同化，實際到呢度華人的傳統語言文化習慣，啲新一代嘅留尼旺華人神學，強強我看唔到嘅。留尼旺呢，大概有72萬嘅人口，其中華人呢，搶有2萬3人。雖然講呢，全島94%以上呢，都係信天主教嘅。唔過呢，啲當年嘅8月份邊呢，華人較多嘅聖庇爾寺呢，都係當排場嘅慶祝關聖帝君嘅生日。華人咩特別邀請佢嘅好朋友，向下來到鴉片，來到鴉片向下釋法來聯絡感情。雖然講唔到鴉片，你看得到當中各種失蹤嘅人，無論係烹人、污人都有。唔過對佢嚟講呢，無天作地，馬家人多關聖帝君。Parce qu'à La Réunion, on s'adapte quand même. Donc voilà. Je dis c'est un jeu pour nous. Et non mais depuis étant petit, moi j'ai toujours connu Kwanti et j'ai jamais raté un seul Kwanti et donc voilà. Et à l'intérieur, pardon? À l'intérieur, c'est Mauricienne公社。留尼旺行人做佢嘅墓門前下同學，目睹福士阿公婆拍一條相。關聖帝君信仰，即係講係搶傳統嘅傳統文化活動之一。雖然後生人見但是唔了解，不過沙變作留尼旺電視台嘅焦點，甚至用特別節目嘅方式來收集一個重要嘅指點。尖叫！再尖叫！因為因為佢因為話啦，中原語用文語牛啲，所以中原人十分尊敬佢，所以至今都好，任何嘅海外有繁榮嘅地方啦，都有關帝廟，都會一到喪間啊，都會拿到安樂關帝來，因為可以做神，可以保護佢哋，賺多錢，係咪？但是做成立落實的留尼旺行人，要結充實嘅指點，看紙片就啲嘢。我哋要準備海米、乾果、糖果，嗰咩3升。3升。嘅後面也有書包。上面有書包。家家戶戶行家為啲指點前，演到鄰國無理事實，以埋太太記憶縫蠟燭，同時請專門嘅人寫上信徒嘅需要。而表示尊敬。聖誕節是哪？就會下一條竹哎。就是哎。嗰個記啊，就會咩從唔對下咧？就往前部來讓一下。啲指點度有個辦法將學劍搬特殊字體，甚至安排精彩嘅舞蹈表演。來向後生人嘅參加，不過一個傳統指點，未來係未做得上述下業，實本人動手。看呢擺我寫同事嘅人幾多幾少呀？也未到，係啊，也未到。我寫你咪冇簡單錢啊！未簡單。係啊。我等啊好一啲吧。後輩出過難呀。因為佢那個強人啊，佢件事發片話。因為佢都有市民冇嘅種藝嘅種門嘅教育係咪？唔係啲佢都唔知，我覺得還有阿婆嘅，還有睇年代人做還可以，還有啲把技術。文化傳承除了日常生活嘅環境以外，另外一個方式就係意識教育。不過現下留尼旺行人同法國人強約拿法國嘅護照，就算 TV 強約，不過對於阿美講嘅話，族群嘅文化習慣也掉，殺幾件當場所，將啲聖庇爾寺。1966年成立的中華飛豹文體協會，活動中心別合，調動的團結出係力量，看來殺意冷落。中文教識度也強調的基博像這樣的態勢。Alors c'était après la venue des handballeurs, c'était en quelle année? Il y a 20 ans. Ben ça même, avec Monsieur Chanfang. C'était après, il y a combien d'années de cela? 30 ans de cela? 25 ans, plus que ça. Il y a 25 ans de cela,
On a eu un professeur, M. Chanfang, et c'était les anciens élèves, toi, c'est ta génération, qui était venue apprendre le chinois parce qu'on avait du mal à communiquer. 40歲以下嘅人啊，全是都發本件同化俾你，唔使你講中國話。佢要些學讀中文嘅，讀到幾個人咧，讀到自班仔。這個幾多睇啊？愛要中國人同講同化，啲把客家話咪就嗌啲假都係要搞到幾嘅。有人講，客業係東方嘅猶太民族，睇環境嘅變遷，睇洋流移到世界各地，建造一個安身樂業嘅疆土。一世紀高鐵嘅遼寧話嘅客業做幾上件一擔，係高點以豐容嘅生活。不過，族群文化一兩十，先睇一層又一層，창조嘅地春到嘅土田養殖地多，遷到一絲絲嘅客家氣息。